台灣的翁仔一檔比一檔佫較減少，你聽即賣人是普遍攏較晚生囝。有醫師就提醒講，若是超過35歲才要來生囡仔是較有風險的，所以建議若有想要生囡仔的翁仔某，就應該愛量早來拍算。40歲朱小姐結婚12年，一直無法度自然受孕，2擺試過3擺人工生殖攏無成功，一直到去年選擇子宮嬰兒療程，才總算生一個寶貝查某囝。即馬查某囝1歲半，伊也想要做第2擺子宮，迎接出來第2個囡仔。那時候是懷雙胞胎，其中一個也是有一點就是異常，但是還好那時候其實就把另外一個寶寶也是顧得很好。最近回來就是找醫生要植入第2個寶寶。現代人普遍晚婚晚生育，生育年紀延遲，造成生育率降。根據內政部統計，2024年台灣女性頭一體平均年紀是31.05歲，比20年前增加4.26歲。所有出世嬰仔中，超過30%是來自35歲以上高齡產婦。生育第2體婦女超過35歲人佔37%，甲10年前比增加1成。去年2025年全台新生兒人數只有108000多人，創下歷史新低。台灣的30%的新生兒是由35歲以上的媽媽所產出的哦，所以這是一個警訊。我們的年輕朋友盡量在35歲前能夠受孕生產，因為卵子35歲就開始老化，那最慢呢不要超過40歲。醫師提醒，女性就算凍卵，也無法度避免高齡有心帶來的健康風險。男性40歲以後，精子不良率、甲染色體異常率也會升懸。另外，為了搶救生育率，佮減輕不孕翁仔某經濟負擔，國健署也提供不孕症子宮嬰仔補助3點控方案，只要翁仔某一方有中華民國國籍，佮完成結婚登記，經過醫師診斷，愛做子宮嬰仔療程，頭一體第1擺相關會當得到15萬的補助。記者綜合報道。